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讀書日誌。大家平時食飯係咪會攞部電話出嚟計住啲卡路里，或者諗住今日要減肥，我一定要用意志力忍住唔食澱粉質？如果你係咁諗，今日呢本吃的哲學可能會徹底刷新你嘅三觀。書入面講一個好有趣嘅對比，西方醫學好鍾意研究肌肉，因為肌肉代表意志，我想隻手喐佢就喐，但中醫就鍾意睇脷苔同膚色，因為呢啲係生長嘅表現，係唔受你意志控制嘅。作者 Anne-Marie Mo 就話啦，我哋現代人太過迷信意志力同理性選擇。舉個例子，科學家做個實驗，將一大班學生分組，一組食夠蛋白質，一組唔夠。結果發現嗰啲唔夠蛋白質嘅人，下一餐會自發性咁多食13% 嘅蛋白質食物。重點係乜？重點係佢哋根本唔知自己缺蛋白質，係身體自己幫佢哋揀咗嘢食。所以當衛生署或者營養師叫你做身體嘅技術人員，好似開 Excel 表咁管理自己嘅時候，其實係忽視咗身體本身嘅智慧。食嘢唔應該係一場意志力嘅戰鬥，而係一場照護。咩叫照護？作者講得好正，食嘢係需要修補、嘗試再嘗試嘅，佢唔係單打獨鬥。你想食得健康，唔單止係你嘅意志，仲關乎嗰份菜種得好唔好，廚房把火夠唔夠熱，甚至係你個胃消唔消化到。所以下次食飯不如試下放低部計數機，聽下身體想同你講啲乜嘢。3個行動建議： 1. 練習身體掃描，而非數據掃描。食飯前問下自己，而家邊個部位想食嘢？係個胃啊，定係個腦壓力大啊？嘗試感知身體嘅流動，而唔係只睇卡路里標籤。 2. 擴大你嘅進食網絡感官，食每一啖嘢嘅時候，諗一下呢樣嘢背後嘅協作者，好似係農夫、廚房嘅廚師，甚至係你嘅消化系統。當你將進食睇成一場協作，你對食物嘅尊重會令你食得更專注。 3. 適度放權俾身體。如果你今日突然好想食某種嘢，例如肉類或者酸嘢，唔好第一時間用唔健康去否定佢，試下喺小範圍內滿足身體嘅自發性，觀察食完之後身體嘅 feedback。好啦，今日嘅讀書日誌就嚟到呢度。食嘢係一件好小嘅事，但背後其實藏住好深嘅哲學。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令你下次攞起筷子嘅時候有一種全新嘅感覺。如果你中意呢集內容，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將呢集 podcast share 俾嗰個成日計住卡路里食飯嘅朋友。我哋下集見，拜拜。